今時今日1萬蚊可以做到啲乜？足夠劏房戶交2個月嘅租金，一家4口平遊泰國，抑或買2隻辣布布嘅限量辦公仔啊！好好運用呢1萬蚊，可以拉近你同富人嘅距離，改變你嘅一生。有人話期權嘅槓桿效應好大，可以刀仔鋸大樹。資金不足嘅情況之下呢，都可以搏下嘅。呢個說法我唔係話錯，但係如果你長期咁樣操作嘅話呢，就係錯。無論資金多抑或少，我哋都係一步一步耐心等待，慢慢操作，以 How to Eat an Elephant 嘅方式經營我哋嘅期權業務。3月嘅期權收租課程系列孕育咗2位期權收租高手，一位係極度低調嘅女學員，佢由1萬蚊嘅本金開始，以4個月嘅時間創造咗屬於自己嘅現金流，穩定嘅生活。另一位學員霍先生，佢亦都有一個非常之穩健同埋成功嘅開始，以2種唔同嘅期權策略互相對沖收租，體現咗佢超強嘅學習同埋執行能力、堅毅不屈嘅心態同埋撇脱嘅交易手法。呢啲都係成功嘅期權交易員不可或缺嘅條件。學員 Richie 以單邊市嘅方法交易期權，去年9月以1240蚊嘅本金交易小米期權，今年2月成功鎖倉。2025年佢再用388港交所領軍突襲成功。7月8號我哋會正式推出2025年下半年嘅期權收租課程系列 SDU 課程同埋單邊市課程。下半年課程嘅特點就係大師兄歸位啦，包括2021年 SDU 課程畢業嘅大師兄 Felix。佢係多年以嚟我遇到咁多個學生當中悟性最高、交易手法最純熟嘅一位。Richie 師兄亦都會參與我哋嘅 SDU 課程，同大家線下分享佢交易嘅心得。7月5號晚上9點鐘，我哋會舉辦1萬蚊的威力期權投資線上工作坊，屆時會登入 WhatsApp 同大家分享同學們點樣利用呢1萬蚊創造自己嘅未來，分享同學們嘅交易微細，分享多年嚟同同學們交流嘅一點一滴。有興趣出席1萬蚊嘅威力期權投資線上工作坊嘅朋友，可以掃描以下 QR Code 登記出席。期間有任何疑問，可以 WhatsApp 68518419同我哋聯絡。7月5號晚上9點鐘見。